各位觀眾老友記，提起真情入面嘅唐立生，仲記唔記得佢個樣呢？當年憑住呢個角色盧慶輝，可以話喺香港咧就紅到發紫啦。TVB 力捧嘅小生之一，咁粉絲數咧亦都係數唔完噶。但係咧佢喺2001年之後啦，就開始轉戰內地，淡出咗香港觀眾嘅視線。最近佢就有突然上咗熱搜啊，不過原因就有啲令人心寒啦，就話佢破產，仲喺深圳羅湖街頭度賣唱。有網友就拍低片啊，就話咧喺個深圳嘅羅湖天河城啊，就見到盧慶輝着住件藍色嘅花恤衫喺度直播唱歌。畫面入面現場觀眾唔多，有啲冷清，但佢唱得好投入，仲會同周圍嘅人互動合唱，職業嘅素質一啲都冇減。呢條片一出，盧慶輝落魄賣唱港星破產呢個說法咧就傳開咗啦。好多舊粉啊都好擔心啊，話當年嘅男神啊點解會變成咁？面對呢啲傳聞，盧慶輝冇匿埋，反而喺社交嘅網度拍片就親自澄清，一開口就解開咗大家嘅疑慮啦。佢話呢個消息咧搞到粉絲啊同埋朋友日日都問啦，實在就唔好意思。之後就講出咗真相啦，佢確實喺羅湖唱歌，但根本就唔係賣唱，而係有個全新嘅身份啊。佢話佢而家係深圳羅湖區嘅文旅宣推官，好榮幸噶。原來佢喺羅湖金啤坊藝術街區嘅唱歌互動係同羅湖文體局天河城合作嘅項目，佢仲係發起人添。搭起呢個舞台就係想傳遞快樂同正能量，識多啲有才華嘅朋友。唱就有唱，但冇賣噶，全部免費。呢番話一講，全民即刻不攻而破，唔係話落魄求生，而係以一個新嘅身份宣傳文旅。呢個反轉真係令人鬆一口氣啊！拍片嘅時候，盧慶輝仲爆咗內地發展嘅坎坷經歷，聽到人心都酸。2005年佢正式落戶內地，試過做唔同嘅生意，有賺過錢，但亦都跌得好痛，被最信任嘅拍檔呃咗8位數。要知道2005年嘅8位數隨時可以買幾棟樓，幾乎係佢半生嘅積蓄。佢話當時好慘，真係好慘，但好彩遇到有好多貴人去幫佢，先至走得出嚟。回望半生，盧慶輝冇半分嘅怨氣。你話要重新迷過，佢話佢唔會，因為過去嘅經歷先有今日嘅佢。前半生追名逐利，後半生佢只係想揾翻人生意義同快樂。而家做咗文旅嘅宣推，免費唱歌同大家互動，大概就係佢要嘅快樂。其實近年孔慶輝亦都有係復出拍劇，比如香港人在北京，樣貌同 Donnie 都差唔多，狀態好好。今次賣唱嘅傳聞鬧出嘅唔單止係誤會，更加令人去記起咗呢個實力嘅演員，從 TVB 小生到商界嘅闖蕩，再到文旅嘅宣推官，佢嘅人生起落好大，但係嗰份從容同堅持真係好難得。所以話網上嘅消息真係唔好亂信。盧慶輝用行動去證明，所謂落魄只係大家了解嘅新開始。希望呢位唐立生之後發展越嚟越好，無論係唱歌定拍戲，都可以繼續帶俾大家正能量。